台南七股甲將軍區呢是連續2天攏發生光電棒的火災，這漁電共生的亂象也引起討論。在地人是煩惱講，這光電棒安尼燒起來會帶來重金屬的污染。有民意代表是質疑講，這漁電共生呢是假的，實際上就是咧囤廢棄物爾爾。原來農業局是回應講，會跨局處來追查，要求這業者都愛擔責任。對空飛機看落去，白煙一直衝起來，邊有消防人員在抓水。台南七股和將軍8月初9、初10連續傳出2戰光電棒火災，因為暗場甲熱貼，經消火陣敢若看到烏煙趕去找現場，實際到場塗骹有糞掃和升燈器的光電棒。現場5個人講，這放1、2檔攏無事，有可能是有人點火。我咧甲看是人點的，不會太多咧，你個放1、2檔啊。據了解，七股導火這個地點應該是興新光電集團相關的案場。七股區大潭里里長講，這個所在真久以前就8噸滾啊8架案場的幾乎含材料。自從去年風颱了後，案場就豆豆爬荒，在地居民煩惱，哪個火燒恐驚會引起環境污染。既然工業無要做啊，也是感覺用你應該愛來清氣，要去看後壁還佫做這，萬不利以後若佫燒起來的話吼，這吼，迄烏煙啊毒煙吼，裡面的我做一張我。人就過來裡面咧講好嘅，燒就到大煙吹來，煙一個味足歹。這場火災嘛，互人看到漁電共生歹收煞的所在。有民代批評該集團當時以漁電共生的名義申請許可，講要飼魚仔，煞無影無食。民代要求市府絕對袂當用一般火災烏蘿蔔仔就准過。用名義上你是要做光電板來這裡做，但是呢，你怎麼沒有做好管理？不管農業局、環保局都必須要去做清查。只要太陽光電板去碰到水，你會污染到我們的土地耶。經查，並不是現有運作中的漁電共生的案場。目前起火原因正由警消單位進行火災調查當中。台南市農業局回應，七股火災地點在114年就廢掉農業設施穩准使用，目前正在列管辦理廢棄物清理計劃審核。那將軍區這邊根本無提出穩准使用的申請，農業局強調會發文予因管理的漁電共生業者，要求加強案場巡查、維護甲安檢。記者蘇台南採訪報道。